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聽從主嘅話，愛神愛人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約翰一書4章20到21節。人若說我愛神，卻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說謊話的。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，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。愛神的也當愛弟兄，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。小故事就講到，在西藏嘅地方，有一種熟人見面嘅時候，互相伸出舌頭來表示打招呼嘅風俗。這種風俗聽講喺古時候，當地嘅一位皇帝以厚顏厲又厚凶惡嘅手段來統治百姓，最後佢就俾人家殺死佢。有個時候，愛啲人就發現到，佢嘅舌頭竟然係污色嘅，於是後來嘅人相見嘅時候，就好中意將舌頭伸出來，表示佢條老死渣冇關係，並且也表示佢條冇暗藏害人嘅心。見那個人見面嘅時候，仲係好習慣握手問安。聽講一隻握手禮貌，可以查考傳到人類處在山窿度嘅時代，目的就是愛向對方表示，當佢行拳嘅時候，佢嘅手裏面冇條條嘅藏緊一條木棍。我哋來默想，求主監察我哋老人嘅相處，係咪有單純嘅心，並且在今日嘅生活當中，或者係以一句關懷嘅說話，一句讚美，來向一個親人、同事、朋友來表達心中嘅憂傷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慈愛嘅父神，感謝一個恩惠老憐憫，我哋愛你，因為你先愛我哋，求你唔變嘅愛激勵我哋，改變我哋，使到我哋有謙卑溫柔嘅心，更加嘅愛主，也愛我哋周圍嘅人，能夠以真誠、良善、留寬容嘅心，老人相處，讓日嘅愛在我哋嘅身上得以完成，彰顯日嘅榮耀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